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一款超級吸引嘅產品——秘魯聖木噴霧。如果你係一個注重生活品質、追求正能量嘅人，咁呢支噴霧絕對係你嘅 must buy item。秘魯聖木，聽個名就知係好嘢啦。佢係南美洲傳統嘅神聖植物，自古以來就用嚟淨化空間、驅走負能量，帶嚟滿滿嘅正能量。而家我哋將佢變成方便易用嘅噴霧，唔使再點火煙燻，一噴就得，方便到爆。點解要揀秘魯聖木噴霧呢？第一，淨化空間氣場，無論係屋企、辦公室定酒店房，一噴即刻 feel 到成個空間清新咗，正能量滿滿。特別係去旅行住酒店，成日覺得間房有啲唔乾淨，噴一噴即刻安心晒。第二，香味溫和易接受，相比起消暑美草，秘魯聖木嘅香味更加溫和舒服，唔會太濃烈，就算對氣味敏感嘅人都會覺得好 OK。第三，隨身攜帶超方便，細支，放喺手袋、背囊都得，出街、旅行、返工都可以帶住，隨時隨地淨化身邊環境，正能量滿滿隨身。最後就係多功能用途，除咗淨化空間，仲可以用嚟噴喺枕頭、床單、毛巾上面，幫助放鬆心情，提升睡眠質素，瞓覺都瞓得甜啲。立即行動，訂購秘魯聖木噴霧，讓正能量充滿你嘅生活。